Namaste， 好快就到國際瑜伽日啦！我突然忽發奇想，了解下學生做瑜伽嘅點滴。以下就係其中一個學生嘅分享啦。想做運動咯，等個身體喐下，健康少少，所以最開頭係揾最近屋企嘅瑜伽班嘅。都有10年8載啦。有好處咯，無論係上堂定喺屋企自己做緊同埋做完嘅時候都會好舒服嘅。個人會平和啲，慢啲，會覺察自己嘅起心動念多咗，比較注意自己多咗，輕鬆咗，內心柔軟咗，由急子輕輕放慢咗少少咁啦，同埋接受自己嘅一切。以前好驚自己會做錯嘢，做嘢要100分，但係而家會接納自己係會錯同埋唔完美嘅。學緊做人要平衡 balance， 唔勉強自己，盡量喺上堂嘅時候放低頭腦，唔諗過去，唔諗未來，專注喺當下，去感受身體一切嘅狀況，繼續享受宇宙帶俾我嘅所有嘢。最勤力做嘅時候就係 Covid 嘅期間啦。瑜伽喺屋企係好容易就做到㗎啦。每一日清潔完屋企就可以專心做。結論係，我哋需要嘅嘢其實真係好少，可以放輕鬆咁樣去生活。筋硬嘅人更加要做瑜伽，緊張嘅人更加要做瑜伽。學瑜伽係對身心有益嘅科目，你未覺察，可能只係天時地利人和未到啫。Namaste。